在当今数位时代，人工智慧技术日新月异，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致力于将 AI 引入日常生活和创意工作中。IEC AI 就是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平台。它以强大的 AI 图像与影片编辑功能，为使用者提供便捷且多样的创作工具。本文将深入介绍 IEC AI 的核心功能、操作方式、使用费用、优点与缺点，并说明它在影像编辑领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IEC AI 是一个基于浏览器的多功能 AI 编辑平台，旨在协助用户快速进行图像与视频的处理与创作。使用者无需安装任何软体，只要透过网页访问即可使用所有服务。这样的设计不仅方便，也降低了技术门槛，让不具备专业设计背景的用户也能轻松创造出高质量的视觉内容。IEC AI 的主要功能包括 AI 智能驱背、图片增强、人物头像生成、影片画质提升、AI 换脸、漫画转换、艺术风格应用、证件照生成、发型变换、物件移除与水印去除等。这些功能都属是自动化的，仅需几个步骤即可完成整体编辑流程。举例来说，使用者只要上传一张照片，平台便能自动辨识主体，将背景去除或替换成任意风格的场景，过程快速且不影响画质。在影片处理方面， IEC AI 提供 AI 提升影片解析度的工具，能够修复画面模糊，增强细节，让旧影片焕然一新。平台也支援将静态图片转换成动态影片，产生特殊动画效果，甚至可以进行 AI 自动舞蹈生成等创意用途。这些功能对于内容创作者、自媒体经营者及短影音制作者而言，是非常实用且高效的资源。操作 IEC AI 相当直觉，使用者只需访问 https://aiease.ai 网站，选择所需功能，上传素材后，系统便会启动 AI 分析与处理程序。整个流程不需下载额外软体，也无需进行繁琐的设置。完成后，用户可以立即下载编辑成果，或选择进一步进行细节调整。至于使用费用， IEC AI 采取免费加收费的双轨制方案，平台大部分功能可供免费使用，特定进阶工具则需订阅付费版本才能解锁。例如在免费版本中，用户可以体验背景去除、图像增强等基本功能，但若需要高解析输出、无水印下载、AI 换脸、专业风格转换等功能，则需升级至 Pro 会员。收费方式弹性，有月付、季付与年付方案，价格合理，对经常需要视觉内容处理的人而言极具性价比。IEC AI 的优点非常明显。首先，它的操作简单，即使是初学者也能快速上手。其次，它的工具涵盖面广，不论是商业用途还是个人娱乐创作都能满足。再者，平台的处理速度快，能在短时间内完成高品质的输出。此外，由于是云端操作，用户不需担心电脑设备效能不足，只要有网络即可编辑。然而， IEC AI 也并非全无缺点。首先，免费版本的功能虽然基本实用，但在解析度与功能完整性上有所限制。其次，对于某些高阶创作者来说， AI 自动处理的结果可能不如人工精修来的精细。再者，若网络连线不稳，编辑过程可能受阻。此外，虽然平台提供多语系界面，但部分翻译尚不完整，对非英文使用者可能产生理解上的困难。总体而言， IEC AI 是一个值得推荐的人工智慧影像与视频编辑平台，它结合了创新科技与易用性。无论你是日常拍照爱好者、社区媒体创作者、行销设计人员，或是需要处理证件照与专业图像的人士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工具。未来随着 AI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， IEC AI 已预期会持续扩充功能与提升处理能力，成为更多使用者创意表达的得力助手。欲体验 IEC AI 的多项功能与服务，可造访官方网站 https://iea.se.ai